再来看伫环太平洋军演的这段时间哦，各国的军舰拢会出海执行任务。过去若是需要维修，拢至少要等半冬以上。也毋过，即届的军演哦，美军透过3D 列印，只要4点钟就当制作出零件来替换。咱做伙来了解。 观众朋友会当看到记者即马摕这粒大概有10公斤重的铝车筒，就是靠后壁这台3D 列印做出来军舰的零件。伫夏威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有2个大型的青色货柜厝是真野目，不过伊毋是用来放物资的，是3D 金属列印的后勤单位，代表美军重大改革。 伊会当缩短制作金属零件的时间。现场展示3D 列印的阿鲁米吹筒水管，讲实在做甲真优。这3D 列印伫3点钟内就会当打造2公斤的金属，佮会当制作无共材质、无共类型的零件。针对表面做更较有路的加工，方便扫落来要拍电久，会当达成陆海空3军的需求。含英国上届无共款的是传统供应链爱用专用的设施来采购制作，为落订单到完成制作到零件，拢总爱 开200天的时间，不过即马3D 列印接单，只要4点钟就会当生产关键的零件，上紧1礼拜内就会当交货。 So it has a pretty rapid deposition rate compared to most 3D printing methods, and allows us to print with metal. The unit behind me is the speed cell that allows for post-processing to occur. So just behind me are 2 different furnaces. Those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记者即马摕这粒塑胶零件，就是美军陆战队上新的技术，靠后壁这台3D 列印机做出来，只要18分钟，就当做出4粒亲像安尼塑胶零件。伫环太平洋军演进前，3D 列印后勤单位就做好准备，完成世界的救援任务。针对受损的军舰，更有效率来生产金属零件来做紧急修复。 We've been working at Camp Pendleton aggressively, getting out into exercises, taking our capabilities out, showcasing it for the fleet. 3D 列印的后勤单位会当伫陆地佮有船顶来生产，透过直升机运输。接落来，环太平洋的军演期间，3D 列印会装设伫咧美军圣安东尼2级的两栖运输舰塞莫塞特号顶悬执行后勤的任务，利用实战继续证明因生产的量能。记者黄祖杰、彭耀祖、夏威夷报道。